这个网络最近咧流传一段影片，讲国际标准舞的女王刘真过身了后，伊的翁婿新郎嘛带着癌症。林心如因为唔甘要刘真4岁查囝，所以要甲领养起来。后续有一连串的报道，这个影片看起来是真逼真，但是其实这拢是网友编出来的故事，主要是要骗这个点阅率，要提高因的收入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到此已经是几天，还是走不出来。林心如最终还是领养妮妮了。影片顶悬那个藏刘真跟因查囝和新郎的相片，讲是刘真过身了后，林心如是要采用刘真4岁查囝妮妮，用新闻的方式讲，唔知真还假。妮妮完全适应林心如家，霍建华一下抱起2个表情相当满足。唔那是影片尔，后壁还有足侪相关的报道，上离谱的就是讲新郎得癌症，新郎整个人体重下滑，短时间内就暴瘦18斤。 去医院检查，罹癌3期化疗与治疗。新郎请公关公司出来说明，讲这拢是黑白乱讲，唔是真的。媒体唔通为着要互点阅率较悬的，做这款的代志对新郎嘛唔好。这影片下骹有足侪网友留言，敢若是真的咧。点阅率上悬，还有84万人次来收看。加到这款的程度，到底是为虾米？ 我觉得最直接可能还是因为广告收益，还是例如像 YouTube 或者很多影片平台，它是可以开广告分润的。那如果它今天受欢迎，然后它的相对来讲还是有人点它广告，那它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广告效益的收益。YouTube 平均1000人次收看，都有0.6到1.4美金的收入，像这个平台有900万人次的收看，都有代表27万的收入。看起来敢若是真的，但是是假的。这款影片真多，观众朋友千万唔通去骗去。